总算抓到你了，小贼！你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，竟敢独闯一字长车绝命阵到阵图。不过，你这是登鹅扑火，自取灭亡。你想怎么样？你想知道？等会儿就有人来扒你的贼皮。哼！启禀父王，还是照您的吩咐去做。果然在藏经楼逮住一个贼人。这是适才酒里有假，我估摸有人为着阵图而来，所以我就薛亮前去取图，引他上钩。哈哈，果不其然啊！好啊，那咱们到藏经楼去看看，请。到底是谁？算了，只要阵图拿到了，不管了。那边搜一搜。王爷饶命啊！王爷，我是后院的伙计李二，我不是贼人的王爷，还是该死，没看住贼人，请父王降罪。进来吧。谢父王。听令，在。给我里里外外仔仔细细的搜，见到可疑之人，立刻带到这儿来。是。为何抢我包袱？谢应登，我问你，是谁把你带入阵去的？你被困藏经楼，是谁救的你？你要偷阵图，是谁把阵图包袱交给你的？怎么，现在要回去露脸了，就把老朋友给忘了？原来是恩公啊！是我失礼了，多谢救命之恩呐！可是你为何帮我盗取阵图？却又自己抢了去，以你的身手，大可不必如此大费周章啊！我的目的只有一个，我想让你带我去瓦岗见一个人，等见到这个人，我就把阵图还给你。见一个人？见谁？阵图在此，你自己决定。大帅，军师，这位就是帮我盗取阵图、救我性命的高人。可是现在阵图还在他的身上，他来瓦岗，说是为了找一个人。请问这位兄弟尊姓大名啊？呆，小子，你太无礼了！我们大帅问你话呢。哎。表哥，什么人？杀了你再说。这两人的招式不仅一模一样，而且此人的武功不在表弟之下，匪夷所思啊！
罗家的五虎断魂枪从来不外传，你是从哪儿偷学来的？罗少保会的，我怎么不能会？我不光会五虎断魂枪，我还更胜你一筹。你到底是谁？口口声声说要取我性命，却不肯报上名来。果然是娇生惯养的少保，你当这是北平王府啊？让你呼三唤四的。各位兄台，请停手。我看你这样子，不像为寻仇而来，一定有什么误会吧？没有什么误会，我找的就是他，北平王罗毅之子罗成。不瞒这位好汉，罗成是我的表弟，他如果闯了祸，我这表哥也有责任。罗成有何得罪之处，我秦琼愿代而受之。他值得你这么做吗？兄弟，我是你亲哥哥。我是你同父异母的亲哥哥。哥哥，我名唤江松，原本叫罗松。北平王罗毅在年少时打板卖艺，路过一个叫江家集的地方，结识了我外公江百善。当时罗毅身无分文，我外公就将他收留于家中。我的娘亲江桂枝是家中的独女。我外公看罗毅吃苦耐劳，人又机灵，就把我娘许配给他，还交给他五虎断魂枪。哦，原来这五虎断魂枪是江家传下来的，我这可是头一次听说。五虎断魂枪也算天下一绝。罗毅学成以后，朝廷下来征兵，我娘当时已有了身孕，可是罗毅还是去了军中，并且一去不复返。直到我长大以后，去县城里办事，无意中才听到北平王罗毅还有少保罗成，所以我就赶回去把这个消息告诉我娘。哥哥，那你们为何从来没有来北平府找过我们？我娘亲知道这个消息，连夜和我去了北平王府，谁知道没等见到罗毅，就被北平府的家丁给轰了出来。我娘当时很生气，大病了一场，不久便抑郁而故。从此我便改名，跟他姓，对外称作江松。我决定去找罗毅替我娘出气，便越墙进了王府，却听见王妃跪在佛龛前念叨着你们在瓦岗之事，所以我就先到这边来找你们。哥哥在上，受罗成一拜。弟弟快起！哥哥放宽心，待我为诸位哥哥破了这一字长生阵之后，就带你回北平王府，同父王相认。既然是兄弟了，咱们就是一家人。来，坐下说话。哥哥，坐。坐。兄弟啊，都是一家人了，快把阵图拿出来吧。对不住各位兄弟，为了我们的家事，耽误了大家，都是我意气用事。这一字长蛇阵，一阵变三阵，三阵变九阵，
果然是变幻莫测。果然如此。方才我按照阵图演化此阵，想到一个破阵之法。军师请讲。此阵虽然变化诡异莫测，处处不让人腹背受敌，但很多都是假象，万变不离其宗。那破阵的方法是：以2名枪术高手同处，两背相靠，同为一心，定而不动。不变应万变，以天为局，把阵一分为5，即可破阵。2名枪术高手，一位是我的表弟罗成，还有一位近在眼前。你们兄弟2人千万要留意，合2人之力，方能成事。是。我程咬银前来破阵，谁人敢打？哼！吴那小贼，让你见识见识一字长蛇阵的厉害！变阵！这！猎阵如蛇形，这蛇如何攻击人呢？用牙咬，用身缠，用口吞。缠字诀。队形如蛇形，要首尾相顾，缠拥而上。立阵，缠！是，先破了阵再说。走。人若是入进去，就紧紧地把他围在圈中，杀敌于无形。变阵！
大的食物。如是吞下一枚硬的蛋，他会徐徐吞下，一点点地运到蛇化之处，化地于无影之中。这时候，花子诀的人便是此阵的重中之重。上！双枪举世无双，特来讨教。先动手者为强，程耳自然先出手。错了，但凡使双枪的，就不怕你先出手。如果你先出手的话，那就必死无疑。不信，试试看。这以后你要记住，碰着是双尖枪的，一定不要先出手。不管他是双龙探海取你的两额，还是他出平杆取你的左右两肋，他的马到，你的马得赶快跟上，人借马力，啪啪，这么左右一分，一打二拨，三平杆，哈哈哈。就挑了，为何还不动手？非惧怕老夫不成？哈哈哈哈！某家和人较量，向来是让人先动手，何况你是老者，我不让你先动手，人家说我欺负你。单枪破双枪之术，真乃
敬二位破阵英雄一杯。来，大哥。哎呀，哎，四哥，兄弟，36弟，皇上哥哥，弟弟，我得敬你一口。好，来，兄弟来喝一口，喝一口。说是这一字长蛇阵厉害，咱瓦岗可是过不去这坎儿了。可今儿个咱们就是过了这个坎儿了，而且还成就了咱们3桩喜事。哦，是哪3桩喜事啊？连3桩喜事都不知道。第一桩，咱们是大破了隋军，把他们压箱子底的那将军都逼出来守阵了。这第2桩啊，咱们打败了杨凌，可是咱们呢没有乘胜追击，也算是还了他一人情啊。我还他一人情。那最大的一桩喜事是？最大一个喜事儿啊，就是我这老兄弟认了一门亲戚，咱们多了一个好兄弟。四哥说的对啊，若不是有这新收的4世基地，我们还真破不了这阵。我自小就是一人跟家母长大，最想要的就是一帮兄弟。这次来瓦岗，不光认了亲弟弟，还结识了众多兄弟。别说是破阵了，就是让我把这条命舍了，我也在所不辞。好，昔有我自家兄弟，金城牛盖，冒死赴阵，葬身敌手。这碗酒，我敬他们。这2位兄弟要知道，咱们破了此阵，也能含笑九泉。3哥、2哥，来，众位兄弟，来，咱们干了这一杯，为了咱们瓦岗早日完成反隋大业，啊！来干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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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慢点能死啊！快签呐！这么好的黄花闺女，就等着你领回家门了。这么大的脚，程公子领进家门就送不出去了，你要想清楚啊！哎，我跟你说啊，脚大站得稳。哎，夫妻2个人之间可不要生气啊！万一打起架来，人家一脚能把你踹飞呢！哟，这程公子好福气呀！去，快签！哎呀，你快签呐！王媒婆，哎，你不是说你给我介绍的是一个大户人家的姑娘，心地善良，又美貌动人吗？是啊，这裴家在山马关不是大户吗？他爹呀可是元帅总兵，这裴姑娘的确是美貌动人，温柔善良。可你没说她有这么大的脚啊！我说了，我怎么没说？我就说这姑娘的脚就是稍稍有点显大。这还得稍稍显大呀！哎，我跟你说啊，都到这份上了，人家姑娘都送到你门上了，你可不能赖了啊！我可不管。今天呀，看来我是无福消受，这门亲事我不办了。你把姑娘的火当什么了？想要就要，不想要就不要了啊！我不娶了，我不娶了。哼，不许娶了！睁开你的狗眼看！姑奶奶我貌美如花，美若天仙，
我哪点配不上你啊？啊！我不就是脚大了这么一点点吗？哎呀，行了行了，这谈亲的时候啊，我可是老早就说了，就是脚有点大。哎，你当时可是愿意的啊，现在可来不及后悔了。哎呀，走吧走吧，快进去外躺。哎呀，走吧，走吧。走啦，走。这脚怎么这么大呀？你说这媒婆大是怎么不说清楚啊？说清楚，我们还能让他进门吗？你现在说这话还有什么用啊？这都要入洞房了。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。哎呀，真是！夫妻对拜。背大脚，脚真大，腿上腰，火里烫。嫁新郎，新郎怕，新郎怕怎么嫁？你看这。小朋友，你刚才说什么呢？你再敢说我我没有，好了，没有，送入洞房，送入洞房，好了，送入洞房，汤卖完了，入洞房吧。走了，走啊！还是我过去吧。你娶了我，这就是你的命，就得认命。你记住了吗？你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喝。你怎么了？你哭什么呀？我没欺负你，对吧？来，我给你擦擦，啊。你别哭了。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对你好的，别哭了。你哭，你就知道哭。你再哭，我真走了。你哭，窝囊废！你别说你不愿意娶我，本姑娘还不愿意嫁你呢。启奏皇上，时至今日，瓦岗之患仍然未除。臣还听说他们更是招兵买马，臣担心往后他们会愈加猖獗。朕
真是不懂。朕少年时，北去匈奴10年，平南陈，南北一统，坐镇扬州10年，兴儒办道，倡佛开学。今天下一统，四海升平，这些贱民为何要反朕？一群反贼！何人挂帅？陛下。啊，长平王有何良策？启禀万岁，臣保举一人挂帅，定能平定瓦岗之乱。何人？臣举荐山马关总兵裴仁基。你说的可是铁戟裴仁基，裴老将军？正是。裴仁基善使一对铁戟，他本有3个儿子，2子不幸夭折，只剩2子。长子裴元绍武艺高超，3子裴元庆那更是一个了不得的人物。裴元庆勇力过人，15岁时就能倒拔垂杨柳，18岁时单臂力举千斤顶，如今已经20岁，善使一对8棱梅花亮银锤，无人能敌。有那么厉害吗？只怕长平王夸大其词吧。老臣所言非虚，此人武功绝不亚于相国大人之子天宝将军宇文成都。此人善读兵书战策，攻杀战守，斗隐埋伏，用兵之道无一不晓。请皇上下旨，调裴氏父子上京挂帅，何愁瓦岗不平？好啊，选裴氏父子进京，朕倒要看看那个什么裴元庆有多厉害。吾皇英明。退朝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长平王，你不怕在皇上面前话说得太满吗？满与不满要因人而异。对相国大人来说，或许是满了，但对本王非但不满，反而还欠很多。是吗？届时与天宝将军一试，便高下立断。到时相国大人便知，是本王的话太满，还是事实就是如此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回来了，我得去告诉夫人去。回来，回来，回来！小姐回来了，小姐回来了。老爷，小姐回来了。哎，你怎么又回来了？出来吧。嫁过去了吗？哎，不是又让人退婚了吧？哎呀，小声点儿。姐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是啊，我是回来了。不过这次不是我的错，是那个男的，他嫌我脚大。
他一见我就哭，一直哭，一直哭。你们说我怎么嫁过去啊？我没嫁成是我的福分，我可不愿意跟这种窝囊废过一辈子。姐，说得对，要嫁就要嫁英雄好汉，怎么能嫁这样的窝囊废呢？姐，休了那个没用的家伙。还是我三弟好。好什么好？常言道，女大不中留。你要再这样下去，可就真的嫁不出去。我可告诉你啊，到时候你可别怪你爹啊。我也没想嫁出去啊，我还舍不得你们呢。我要一辈子都留在家里，照顾你们二老，多尽尽孝道，不好吗？难道你们也嫌我脚大呀？姐，我们不嫌你脚大，嫌你脚臭。你这个臭小子！你没良心！我错了，哎呀，裴大人，这您可得管管了啊！您这位大小姐那脾气可真够大的，这人家男的都不嫌他脚大了，他呀还是把人家给揍了一顿。哎呀，你说这门亲事是没戏了，可是这以后我怎么介绍啊？你放心，银子不会少你的。哎呦，谢谢啊！小翠儿，带王婆到厢房去。谢谢，那我先走了啊。跟我来。站着做什么？回屋聊吧。累死我了！这结婚啊，比打仗都累，这浑身哪儿都疼，这胳膊都疼。你怎么说都不该打人。这都已经是你第3次嫁人了，次次都被人退婚。这可好，啊，把新郎都给打了。这往后啊，就更难嫁了。是啊，回头备点礼，过去给人家赔个礼，道个歉啊。我才不去呢！哎呀，你说你怎么那么让人操心呢？小的时候让你裹脚，你就是不肯，死闹着把裹脚布给撕了。现在倒好，脚这么大，你呀真是的。娘，这事儿不能全怪姐姐。不怪她，怪谁啊？啊，我裴家世代荣耀，却出了个不孝女。哎，我在山马关的脸面全都丢光了。爹，别生气啊。爹，你还是把我这脚给剁了吧。我觉得瘸子总比脚大好嫁呀。姐，剁吧，现在剁吧。女儿啊，剁！女儿，大人，圣旨到了。啊，圣旨到了，快！裴仁基接旨。臣在。皇帝诏曰：现贼匪祸乱，肆虐横行，特宣裴仁基父子速往长安，以商讨剿灭瓦岗贼匪之事。钦此。吾皇万岁，万万岁！辛苦吴将军了。吴将军旅途劳顿，今夜我设宴款待，为吴将军接风洗尘。裴将军不必客气，我等还要回复长安，还望裴大人切莫耽搁时间，尽早赶往长安呐。那就不耽搁吴将军了。不过老夫备了些薄礼，还望吴将军笑纳。那就受之不恭了。请。娘，尝尝这个。哎呀，皇上特诏是瞧得起我裴仁基，我们父子必须早日进长安。翠云呐，你就和你娘好好留在家中，啊！我已经托王媒婆
又去城东胡家给你提亲了。啊！爹，你就别再去给我提亲了。嗯。因为我已经决定不嫁了。我已经决定不嫁了。反正我也嫁不出去。这硬嫁出去啊，还要受人欺负，还不如自己活得轻松自在。老爷，你别生气啊，别生气。爹，我不是故意惹您生气的。我真的已经想好了，我以后要跟你们在一起。你们去长安，我也去。你们要是去打瓦岗呢，我也跟着去。你看三弟还这么小，他需要照顾，是不是啊？不行，你不能去。那我就自己偷偷溜去。啊，爹，姐姐也是一番心意嘛，我倒觉得无甚不可。哎，不然咱把娘也带上吧，咱们一家人到哪儿都一块儿，岂不和乐融融？哎呀，娘的身子骨弱，经不起折腾。老爷，就让翠云一路陪着照顾你们，我在家里也放心些。不行，这打仗这么危险，怎么能带她去呢？爹，不就区几个瓦岗的毛贼吗？我很快将他们扫平，有什么危险可言啊？老爷，既然儿子和女儿有这份孝心，你就让他们跟着你去吧。多一些人啊，也好有个照应。对啊，爹，就让姐姐跟我们一块儿去吧，我会保护好她的。好，好，好，你们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。你多吃点儿。你也来块。爹，哥哥，难道你们忘了我们宇文家族还有一位旷世奇人吗？成龙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爹，孩儿学艺3载，文韬武略早已样样精通，尤善心术。孩儿听见父亲与哥哥的担忧，于是就决定亲自挂帅出征。责任重大，你可有把握？裴元庆不过力大无穷，武艺高强而已，让他跟着我冲锋陷阵，赢了功劳在我，输了责任在他。不管怎么样，他的生活都好不到哪儿去。不过在皇上那儿，功劳永远都是我们的。爹，放心，您儿子赢在这儿。弟弟，既然你脑子这么好使，那就快给父亲多出几个好主意。父亲，您有事儿尽管跟儿子吩咐。好。晋阳通守李渊与我结怨甚深，此人心思缜密。此番皇上要下扬州，头一站就是晋阳。我担心此人在皇上身边邀功争宠，所以我要早做打算，将他除掉，以除后患。好啊，我倒是有一妙计，可以将李渊陷入万劫不复之境。有何妙计？快快说来。皇上，裴仁基父子已经到了，是否这就引来见皇上？
微臣拜见皇上。皇上，小儿学艺归来，特意来拜见皇上。云公子学了什么技艺？回皇上，微臣精通奇艺。精通奇艺，不得了！朕呢，什么都不精通，但是朕爱下。皇上，小儿3年未逢对手，皇上棋艺之高，也还有对手，不如就下一盘。棋逢对手才有意思，就打个赌。谁输一盘，则输1万两银子。好啊！哎，你要是输了，别又打老婆。那是自然，自然。来。皇上，好棋呀！对了，皇上，臣还有一事要向皇上禀告呢。讲。既然运河已经开挖，要在山西动土，那何不让山西太原通守唐国公李渊给皇上修建行宫？等运河修建之时，皇上可以到太原游玩一番。再启程到扬州也不迟啊！好，就按相国说的办。是，不过还要给一个期限，免得唐国公怠慢了。说的极是。你以为多少为限好呢？老臣认为1个月的期限最佳。啊，1月就1月。裴老将军，请在此等候，待咱家启奏圣上。有劳王公公了。啊。待会儿见到圣上，一定要谨言慎行，听到没有？爹，不就是向皇上领个发兵的旨意吗？有什么好担心的？尤其是你，一句不许乱说。知道了。皇上，哎，没看到皇上在下棋吗？爹，皇上干嘛呢？不是要召见吗？都等了半晌了。你懂什么？皇上日理万机，事务繁忙，抽出时间见我们，已经十分难得了。让你等着，就等着。裴氏父子怎么还不来？回皇上，奴才不敢打扰皇上下棋，他们还在外面候着呢。叫过来。这，爹，王公公来了。皇上有旨传裴家父子金水亭觐见。是，请王公公带路。
人机携二子叩见吾皇万岁。裴仁基叩见吾皇万岁，恭候圣安。皇上，该您走了。这次微臣可要赢您1万两银子了。这么狂，真喜欢你。好小子，敢动我爹！元庆，去你的！来人呐！来人呐！快救人呐！快点！来人呐！来呀！过来！救救我！哎呦！你没事吧？皇上，裴元庆无力闹事，欺我孩儿，还请皇上治他惊扰之罪。求皇上为微臣做主。你要不使坏，我也不会治你。完了完了，庆儿犯下这等大罪，一定会被推出午门斩首不可。皇上，我儿元庆年幼无知，还请皇上恕罪。没事的，小孩子打打闹闹，还不带二公子去更衣？皇上，走。吾皇万岁万万岁！我儿裴元庆无礼，惊动圣驾，罪该万死。你就是裴元庆？回皇上，正是。真早听说你有两下子能耐，今日一见，果然气势不凡啊！谢皇上夸奖。我叫你父子二人来呀，主要是让你们二路挂帅征讨瓦岗山。不过呢，你得亮亮你武艺，要不然众人不服。臣遵旨。朕就明日在众臣看你谢意，是吧？是，明日元庆定不负皇命。谢皇上恩典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宣裴家父子上殿。臣裴仁基携二子叩见圣上，吾皇万岁万万岁！平身。谢万岁！裴元庆，臣在。长平王一直向朕举荐你，说你能耐很大。今日文武百官俱在，你有何能耐都要施展出来，练好了，朕自有封赏。是。儿啊，这正是你立功的时候，你一定要小心在意，拿出你12分的本领。爹，看我的吧。
启禀皇上，臣已练毕。不错，这是少年玉器，雄姿英发。我大隋人才辈出啊！裴元庆定是我大隋后继之列。恭喜皇上喜得良将。皇上，臣有本要奏。讲。微臣听说裴三公子跟我儿子成都一样，可以独臂力举千斤顶。不知道能否请裴三公子当众举鼎，给皇上一展所长啊？元庆，你若真有此巨力，当殿一试。臣遵旨。这是神力！神力啊！少年英武啊！你真是厉害啊！皇上，臣已经把鼎举下来了。听着我大隋。好了，放回原处。臣领旨。且慢！皇上，裴三公子果然神力，力大无穷啊！臣以前只是听说，从来没有亲眼所见，仅不枉一见。说到力气，裴三公子不亚于我儿子宇文成都，可惜我儿不在殿上，不然就跟裴三公子一起练练。皇上，裴三公子如此神力，还请皇上恩准微臣替皇上赐他御酒3杯。好啊，赐酒。谢皇上恩准。朕御酒。裴三公子，这是皇上赐给你的御酒3杯。要是你腾不出手来，就叫老夫代劳喂你喝。谢皇上恩典。谢相国大人垂爱。你学艺多久了？8年。8年？哦，你的功夫可真不善呢。我儿子学了10几年，才跟你差不多。你家有几个老师？我自有数10位老师，打赢一个，便要换一个。哦，还有1杯呢。三弟。还不扔了？你想被压死啊？老小子，你软刀子杀人不见血，你想把我压死？把你砸死得了，才这一点火。爹，小心！不好！参见吾皇万岁，臣罪该万死，还不护驾？今晚午时何在？在。杨裴家父子3人
往托殿外，金瓜击顶。是。走，走，快点，走。皇上，裴家父子杀不得。皇上，裴家父子杀不得。为何杀不得？陛下，裴元庆力举千金大典，为时不能过久，理所当然。老相爷早不问话，晚不问话，偏在裴元庆举鼎之时与他续起了家常，他一时举不住，掉了下来，也在情理之中，绝非有意。长平王所言有理，吾见朝廷这是用人之计。瓦岗之患未除，先杀大将，对我朝廷不利，请皇帝开恩，让他们父子戴罪补过。求皇上开恩。裴元庆是个人才，真不杀就是。慢，皇上，虽然裴元庆没有弑君之心，但惊驾之罪该明正典刑，以振军威，请皇上明察。皇上。裴元庆虽有惊驾之罪，但望我主念其并非有意，实乃宇文相国与其说话，致使举鼎时间过久所致。皇上乃明圣之君，明察秋毫，还望皇上开恩。皇上赦不得，杀不得，赦不得，杀不得。谁能料到，我们原本前来领旨出战，却不能命丧沙场，而是枉死这午门之前。爹这心里啊，只是担心你娘和你姐姐放不下他们。报！启奏万岁！今有元宁使臣古鲁木求见，现在午门外候旨。宣元宁使臣古鲁木进殿。是。这是啊，如此高。给大隋朝皇帝见礼了。古鲁木，你这元宁和我大隋相隔千里，你此来所为何事？你那后面装的何物？陛下，我此行前来，是奉我元宁王家千岁所差，奉献一首给陛下。这是我们元宁的神手，史上罕见，威力无比，正如我元宁一般，却不知大隋哪一位能叫出他的名字。这不过是头狮子吧？当年我元宁献给东汉汉章的一头雄狮，可惜当时中原并无勇士将他驯服。不知大隋可有谁将他降服？这有何难？宣天宝将军觐见。皇上，小儿恐怕一时间叫不回来，臣有一人可举荐，想必可以降服此兽。何人？此人正是裴三公子裴元庆。裴
裴元庆方才显示举鼎神力，降服此兽，我看是小菜一碟儿。哼，若是我没有老糊涂的话，方才相国大人还一直咬定要杀了这个兽。风行云变，此时非彼时。裴元庆能降服此兽，这是他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，不也了了长平王护犊的心愿吗？嘿，本王护的是大隋良将，我大隋的基业，岂能容你多嘴？好了好了，传朕旨意，准裴家父子进殿领旨。时辰已到，斩！爹，这么死不值得。事到如今，咱们接上娘和姐姐，能逃多远逃多远。好。停下！停下！传圣上口谕，赦裴家父子无罪，速速举到殿上。若是归朝实在无人降服此兽，皇帝大人只需说一声，我自会让我元宁勇士来演示一番。谢万岁不斩之恩。免礼平身。裴元庆，你可见到那铁笼中元宁送来的异兽？不过是头狮子罢了。你既认得，可有把握降服此兽？臣既然认得他，自然能够降服他。好，只要你能降服此兽，朕免你惊驾之罪，自有封赏。臣领旨。元庆，这是个凶悍无匹，你可有把握？爹，你放心吧。皇上，元庆自幼从师学艺之时，恩师紫阳真人曾对我讲授天下珍奇异兽，并画有图形。元宁送来这只异兽，出自昆仑山之地，异常凶猛，难以驯服。可一旦将其驯服，他便会俯首帖耳，视驯服者为主人。古鲁木，他说的可对吗？说是说得对，但是元宁的雄势不是说说就能驯服的。打开笼子。
才。好，好个裴元庆，你做得好。古鲁木，还有何话要说？这位小将天生下凡一般英武，我古鲁木代表元宁王家送上最尊敬的祝福。拖出去，砍了。你这女的装疯叫王，不占时辰。你跟我说什么？我砍了你，让你的狗头皇子跪着来给你收尸。陛下，斩不得！万一元宁怒而来犯怎么办？长平王，元宁只是一个小小的附属，根本就无足挂齿，何惧之有？你如此忧心，难不成你跟元宁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？你看，我元宁一定会替我们报仇的。元庆，近前听风。走。停。朕封裴元庆护国将军，随父挂2路帅印，攻打瓦岗山。谢主隆恩。裴元庆降服凶手，扬我国威。御赐7宝白玉琮，金丝水火甲一副，金缎千匹。皇上，元帅一职，关系到朝廷安危。裴元庆虽然勇武，但是阅历尚浅，有勇无谋。现委任他元帅重任，如有疏忽，朝廷危矣。你是何意？依臣愚见，元帅一职应该由学识渊博、精通兵法的人来担任。裴元庆可以派他到前部任先锋，待他平定瓦岗之后，再重重封赏。不知皇上意下如何？那你觉得什么人合适？臣想举荐我儿成龙为2路元帅，令裴元庆和裴家父子听令战绩，两边相辅，必定能出战必胜，马到成功。微臣愿挂帅征讨，早日扫平瓦岗。朕命宇文成龙为征讨瓦岗山2路元帅，裴元庆为前部正义先锋，裴氏父子随军出征，调拨大军10万，即日启程，平定瓦岗山，不得有误。臣领旨。臣等领旨。事情就是这样，咱们成了先锋官，那个宇文成龙却成了元帅。这么说，你们还要被他管着？那可不是嘛！爹，这个宇文化及家就没什么好东西。弑君之路，为君解忧。无论谁挂帅印，只要打赢瓦岗就行。爹，我看没那么简单。我把那宇文成龙扔进湖里，他定记恨于我，肯定会处处为难我的。是啊，今日朝上，他看三弟的眼光，就好像要把他吃了一样。谁让当日元庆火爆脾气一犯，在皇上面前，也竟敢如此胆大妄为？哼！今日还留着他一条性命，已算是福大命大了。爹，是那宇文成龙使坏。算了，且不说这些了。这次出征，我们一定要谨慎小心，以防宇文成龙故意刁难。元庆，你好好收敛脾气吧，啊！安心打仗，切不可辜负皇上厚望。嗯，是。
夫人，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什么事那么着急呀？王爷，他发现少保不见了。什么？快去看看！你们好大胆子，竟敢蒙蔽本王！来人，在，把这几个给我拖出去打！是。慢着，王爷，别着急呀，问清楚了再说。好，本王就问清楚。我问你们，罗成去哪儿了？说呀！好啊，我看你们是不打不长记性，给我拖出去打！王爷，那还用说吗？肯定是成儿的意思。你呀，就饶了他们俩吧。啊！哼！你以为你们不说本王就不知道吗？这个逆子，他肯定去了马更寨。啊，你已经知道了？还有本王不知道的事情吗？王妃，你怎么能问出此话？莫非这事你也知道？是不是？我不知道啊，我怎么会知道呢？你真不知道？啊？是成儿想到瓦岗寨看他表哥，你整天把他关在屋子里，你不心疼，我还心疼呢。好啊，你们一群人蒙蔽本王，你们眼里还有我这个王爷吗？张公瑾，在，你速去修书一封，我要和这个逆子断绝父子关系。王爷，王爷不行啊！没有不行，他既然不愿待在家里，就不要他回来了。王爷，谁也别拦我。张公瑾，你速去写来。还有，如果文书送不到瓦岗寨，你也不要回来。是。王爷，无量天尊，有失远迎，见谅见谅。元霸，我们的机缘已到，我此番前来就是接你到我观中去修炼一番。就有劳道士了。娘，我去学文事，我学完就回来。你可要小心，要是想爹娘了，就回来看看啊。李大人，我们走了。爹，娘。我走了啊！哎，好。咱们为什么要检查存粮啊？是怕不够吃吗？我们虽然现在有一时喘息之机，可是隋朝随时都会派人前来偷袭。所以我等现在必须备好粮草，以备不时之需。哼，这就叫做防患于未然。